先同大家講清楚啦，1031唔係免稅。但係呢度咧一定要幫大家澄清一個常見嘅誤解。大家好，歡迎翻嚟我哋嘅頻道劉大年訪談，我係 Peter， 我係 Peony。近呢1-2年真係見到越嚟越多客人選擇賣咗加州嘅投資屋，然後用1031轉嚟內華達州，尤其喺拉斯維加斯同埋 Henderson。好多人第一個反應就係唔係因為稅？其實稅只係其中一個部分，背後仲有現金流、長期穩定性同埋一啲好多人忽略咗嘅關鍵因素。先同大家講清楚啦，1031本質係延遲交稅，而唔係完全免稅。根據美國聯邦稅法，只要你賣嘅投資屋或者係商業用途，而唔係自住房，再喺規定嘅時間裡面將資金重新投入另一個合資格嘅投資物業，就可以合法咁延遲繳交資本嘅利得稅。而且呢個係聯邦稅法，所以由加州換去內華達州完全係可以嘅，冇州別嘅限制。不過1031轉換係有好嚴格嘅程序同時間表，一定要跟。最重要有2個時間點，第一就係賣咗屋之後45日內一定要書面指定替代物業。第二，由賣出嗰日起計180日內一定要完成過戶。另外，賣屋嘅錢唔可以經過你自己嘅戶口，通常一定要喺1031 Agency 嗰度開一個戶口，幫你暫時保管同埋轉換資金，否則個1031有機會會直接失效。咁點解咁多加州投資人會揀內華達州做1031嘅下一站呢？一個好實際嘅原因就係現金流同投資回報率。喺拉斯維加斯同 Henderson 市面上仍然可以揾到一啲4到5% 左右嘅回報率，結果就係好多客人用同一間市值高、回報低嘅加州屋，換到一間甚至多間現金流更加好嘅內華達投資房。再加上內華達州好多都係比較新嘅社區，甚至係新建案，能源效率高，維修成本低，唔使再煩90年、100年樓齡嘅嗰啲隱患問題。對好多投資人嚟講，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心理同埋實際負擔減輕。另一個好關鍵嘅差別就係持有成本。內華達州嘅房屋稅通常大約就係喺0.5到0.7%，相比之下咧，加州好多地方咧稅率接近1% 或者以上。再加上保險嘅費用，近年加州因為山火同保險市場嘅問題，保費一路上升，遠遠超過咗內華達州。呢啲成本加埋埋，最後直接影響投資人嘅淨收入。係啊，法規環境都係好多人考慮嘅重點。整體嚟講，內華達州對房東相對友善，租賃法規冇加州咁複雜。如果真係發生租約糾紛，法律程序通常都比較快。對想穩定收租、唔想成日處理法律問題嘅投資人嚟講，差別好明顯㗎。另一個咧就比較高層次，但係好重要嘅層面就係資產保護同長期規劃。內華達州喺 LLC 架構同資產保護制度上，彈性同保護性都比較高。對做長線投資、家族傳承嘅人嚟講咧，好多時間都更加有優勢。不過呢一部分屬於法律層面，實際做之前一定要同熟悉內華達法規嘅律師詳細研究。係啊，但係呢度咧一定要幫大家澄清一個常見嘅誤解。就算你用1031由加州換去內華達州，並唔代表你永遠同加州稅務完全無關。如果你賣嘅係加州來源嘅物業，加州稅務部通常會要求持續申報，追蹤呢一筆被延後嘅資本利得稅，直到將來直接賣咗間屋為止。簡單講，1031係延後，而唔係完全消失。嗱，總結嚟講咧，1031轉換咧係一個好成熟，但係同時間好專業嘅工具。當你將延稅嘅效果、現金流、持有成本、法規環境同長期資產規劃一齊考慮，就唔難理解嘅。點解越嚟越多投資人選擇將資產由加州透過1031轉換，重新喺拉斯維加斯佈局呢？如果你而家正考慮做1031，或者只係想了解自己適唔適合，最重要係早啲規劃，早啲問專業人士。做得好，1031係一個好強大嘅投資工具，但做錯一步，代價可能會好大。嗱，如果你對1031轉換有興趣，或者嚟拉斯維加斯購買投資房，歡迎隨時留言或者私信俾我哋，我哋會有更加多拉斯維加斯房地產資訊可以分享俾你大家。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劉大年房地產，我係 Peter， 我係 Peony，下次見，拜拜。